未記後尾未記話食，歡迎各位聽眾，嗰隻歡迎老人到轉來邊咧學見收聽。另外一個話題話題，另外一個話題episode。แล้ว這個禮拜咧，我會講個物件咧，當今榴蓮檔 start 啊嘛，當今是幾個啊？當今是6月咯。所以榴蓮檔我無明白，榴蓮檔是幾時 start 起嘅下請問啫？是咪講6月時？你冇解錯你6月咯。我係 Kevin 是在，我係 Kevin 是Clubhouse 入邊攏聽到之前愛水嘅潮曬咯，愛水講就榴蓮 OK， 愛水潮曬了個湖，隻湖嘅半咁啲，我 distracted 了個有別識講，個有拜青，個有。Boya Ling 加Balloon Day 茶米粉，茶同埋我講咩啊？茶河蝦，茶河蝦，แล้วก็กลับyou hang out กู講咩？我同你講，我留嗰時啊，就一年嘅講了話。我直拖 Google Meet 會人就是阿森拉沙可能 Hello 然後個有人嘅Uncle Percik 是到嘅可能我就是那個 Uncle Percik 啊แล้วก็ซาโลมิ是撞嘅嚇，ซาโลมิ是換 taxi 啊，葡萄鏡可能葡萄鏡。Hello， 大家好。葡萄鏡你小隻榴蓮咯？有啊。榴蓮檔是幾時 start 嘅咯？幾月？馬路對面ทั้ง天有啊，特別一檔咧，大幫嘅是幾月？5月啊，是6月？5月開花。哦，5月開花。4月幾度開花咩？對唔對？4月開花，4月尾。哦，4月尾開花，所以5月就攤隻榴蓮啦。誒，冇那麼快。對，5月1月入邊。1月1日食嘢啊 ，from 開花就結果了呀。伊唔是今日白上節開嘅嘛？有你較早開嘅嘛？較早壽星咯。對。哦。4月10日淡薄15咯。你唔是成日講，你人講成日榴蓮檔嘅咧，榴蓮頭冇咩好食嘅喎。一對 pick 嘅時好食咯 ，pick 嘅時個好食咯。第dry 點先6個月7個月啊！第4榴蓮就是係。誒，所以嚇榴蓮好食是你伊 dry 嘅時候，咱冇落雨嘅時候。個謝咧呀 ，OK 啦，即係你冇是 about 仔花嘅。個 dry 咧，伊 fruit 加食。哦，加巴水。sugar 加巴。哦 ，I see， 伊個味素會較厚、較結。對，because 伊袂使上濟水。哦，成個伊上濟 water content 咧是變做清氣。無味。哦，所以榴蓮棒是只 dry 是啦。榴蓮檔是對，所以今年嚟講我昨年有去即個咩節嘛，我去普羅嘅榴蓮會節。所以你是自家你去普羅那邊是自家食本地嘅山榴蓮啊？我自家食檳榔嘅榴蓮。哦，哇！檳榔嘅榴蓮，你是正正嘅檳榔嘅榴蓮，山榴蓮。我自家食老潮榴蓮。哦，派脆咯你40年50年嘅榴蓮。哦，你不是成個人啉酒嘅啦，嗱要食 vintage 嘅，你要食 vintage 榴蓮啊！我係鳥嚟，阿仔你要食榴蓮啊？你食榴蓮啊？แล้วว่าจะรู้เลยนะ講我รู้สึกแล้วว่า有高打嘛，我就咪就收隻背嘛，แล้ว誒隻榴蓮係背咩？貴子？sugar 兩百片啊！哦，哦，榴蓮只 high calorie 是 eat from sugar， 唔是 cream。sugar 伊 carb 滿只隻。哦，誒，但係做 creamy 嘅咧，creamy 是係咩嚟？一粒嘛，
伊 creamy 唔是 fat 嚇，伊 creamy 是 carb 嚟嚇。啊，意思是吸嚟。哦，伊是 starch 嚟啦，actually 是 high glycemic index。 high high glycemic index。哦 high glycemic，所以做你 blood sugar。GI key spike。哦，OK。แล้วว่าเขาเลือกไปก่อนโชว์ 我個袂使，我是講大啲食你無好榴蓮嚟講，我食無得嘛，所以只係講你食好榴蓮。食好榴蓮 ，OK。你咪料你不多位，咪了個打。哇！間對學掉啦，茶葉對學掉啦。今年係我對蠻勁啊！今年我榴蓮會係會主教講呢，今年榴蓮呢一個快食，你講就幾年正食，今年是2023年，無論講嘅你講嘅是無能明年還是過年後，等聽唔知嘛？即是2023年榴蓮。因為咱其實小做啦，一幫小做嚟講，伊生一個快，伊榴蓮個快，你就快講。但我唔要，伊可能想去幫助先。較快食嘅呢度較快咯。譬如講，老實講，伊較快食，無水嘅所以較快食，較快把水，較快落啊，掉較快落落嚟。掉。榴蓮是唔是家己家撈嘅？榴蓮別使bán嘅對唔對？會使榴蓮攞咗，咱本地時可以食一個落嚟，講都對太改，因為就潮漲加落嚟。哦 ，OK， 啊，解掉落嚟。特別你講嘅時就要家己家撈啦。對，所以譬如講我家隻硬係呢，就等。這類會啦，這類會就等年是差唔多6月養係個嚟。嚇！你特別講，誒，馬路有了養係實。哦，渣！講石我一幫渣。哦，一曱甴嚟講，曱甴料都得有。哦，個曱甴料咯。哦。伊未6月尾咯，係伊未到7月咯，佢6月中嘅料。哦，所以我等聽到後尾去食咯，等於6月是，安尼咱幫者，比如是6月啊，6月中啊。แล้วว่ากูนี้ว่าชวนมอโต้ลิงมอโต้ลิงที่เจ้า咯มอโต้ลิงก็อีชูหลัง咯อีบออีแก้วฮะอีชูกูกินชูหลังก็ได้เสียใจอยู่แล้วน่ะเดียว so อีแก้วกินนี่รีมาย咯อีก็จวงเลยอีก็ไอ้เมียหาสู้ๆหาชวนที่เจ้าอยู่แล้วกินนี่ร่างคิวอ่ะอีตัวรีมายอี叫你嚼晒啊叫你嚼晒冇啦叫ว่าไอ้เมีย啦อี叫ว่าJeffreyสู้ๆอ่ะอ๋อโอเคแล้ว我就去買咯，所以往這裡6月頭我咪去食榴蓮呢。哦，我未使等就估啊，所以6月頭就去。你你是一當食幾刀？2刀。哦，一當食2刀呢？哦。OK。因為แล้ว按照OK，咱們這裡只食隻榴蓮嘅人，差別很大，佢係講者。按照本老潮嘅老長嘅先長，榴蓮末。你是到底榴蓮嚟？榴蓮嚟看。老長嘅榴蓮，榴蓮較潮嘅。對，老長嘅 fruit，伊 fruit 所是潮，是嚼嘅，嚼，會嚼啊？唔是啦，伊白啊。啊咧，伊白啦。伊爆啦，伊白爆。伊 QQ 像個人嚟面啊呢？嚼啦，伊是成個無抹 sunscreen 嘅一種誒。伊唔是個骨嚟嘅。哦，伊是啊，伊是講伊個白會爆零嘅呢，嚼無硬啪啪嘅碰嘅。是依家一大就無。一淡薄大嘅感覺啦，但係是大是嚼咯，是嚼。我講邊有係講嚼嘅，成個流啊人嚟變滿橋嘅。特別我未知嗬，就使你小食，你見食第一件食誒螃蟹第整係咩？紅蝦。鵝翅本是邊樣嘅榴蓮嚟啊？我是對邊樣老長嘅好食嚟啫。有你講下味素，你就講營養嘅味素就係黃仔。我就幾貴啊，比貓山王貴。嚇？咩？我是幾貴啊 ？because 一朝有嘅時候。對，然後一個大粒嘅我翅就好食。比貓山王嘅貴。你講我聽伊我翅味素是安怎？我唔知我不只貴，我唔知。其實我背後講緊叫榴蓮。我冇講真隻小啦，啊！伊味素就咁，伊配教啊多啊成啫。
講嘅，講你隔就嚟貓山王嚟邊嚟講啦，貓山王可能而家好食過嘢嚟啫。你咁隔嘅貓山王，貓山王梗係一隻吧，係貓山王。對，然後比我似嗬，依個 flavour 是有 layer 嘅 flavour 嚟啫。complex 嘅 flavour 嚇。Yes，對，然後我係講，伊唔是只甜類，為食個貓山王是個甜咯。伊個就冇烤咧。椒味哦，烤料我們是個隻烤料嚇。然後，伊是有啲講啊，即係嚟講，你食貓山王嗰隻魚啦，你食貓山王先食啦，嗰隻。哦，冇一部比嚇。你貓山王佢就冇好料嘅，對，伊 compare 掉咯。哦，伊比較重啦，must be。對，比較重。係咪你是講貓山王 ？after 食了這我試啊，你過來食貓山王，你貓山王冇味嘅，你講。對。哦，我想你講伊冇呢啲，所以就會食伊係我試先啊，過來食貓山王。你哋食貓山王先嘅食我試，因為你係個好料，你幫唔食。伊味素，所以伊味素是伊榴蓮比較重，可能椒味那款。了伊特別無管食甜，對，食香，對，肉有夠，無管食夠嗬。大血咯，食大血咯。哦，大血，所以肉濟啦。一粒胖沙一粒咪都隻，隻胖沙。哦，所以細粒啦，伊話只細粒係榴蓮。冇啊！一堆攞攞起較好食大粒嘅，一細粒個冇好食嘅喎。哦，食大粒，大粒。特別伊個啦，一胖沙是一忽，一胖沙一忽呢。我一胖沙一忽呢。哦，哇！你伊一胖沙一忽，就咪是一粒紙呢？一粒紙還是兩粒紙差唔多呢？了伊了只隻白啦。對。哦，我唔知講，我想講刷榴蓮嘅了是無白嘅，這是我試是有只隻白嘅。對，佢แล้ว出名แล้วจะจีบไอ้สักโอเคแล้วแต่面是刷榴蓮嘅咯，這是有票嘅，這是檳榔榴蓮，這是 branded 咧 branded 有票嘅榴蓮，檳榔榴蓮，係 genetic engineer 出來嘅。哦，嚇 GMO 喎，你家知咩？冇啦，咪是 genetic 啦，伊 breeding 啦 ，selective breeding。It's cross breeding，cross breeding。Sorry 講唔對。So genetic 啊，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檳榔有一個榴蓮會真正出名，因為呢個伊是1990年91年 start，伊就是用 organic 嘅 farming 啊，冇係實，แล้วบรรลุ今年應該就一個有 certification 啊，對，แล้ว我這間呢是家間是上嘅，伊是我冇 certify。แล้ว伊唔是用 organic 嘅證，特別冇 certification 啊，所以個偏薄咯。特別伊好食咯，伊自責前期了。係咪蘇蘭俾隻流長嘅榴蓮？流長榴蓮一個大長，然後伊見生加一隻菌啦，加氰落去。所以你見生咧氰落去時，你會 absorb 掉嘅嗰啲 nutrients 啦 from the soil，from the soil 伊 absorb 個隻咯，你見個隻嘛？所以掃掉疤噶啦，你見等隻氰嘅時候，所以掃掉隻隻你包好物件咯，對。所以就是安尼款，所以了伊嘅榴蓮一個好食咯。了英國景嘅你知道？哦，刺伊嘅刺是唔是愛？伊嘅貼邊度冇愛？伊貼是得伊第一步伊較脆嘅。哦，伊刺尖嘅，你刺尖。有尖刺是愛食嘅啦，我係較脆坑嘅。唔是我較脆坑，我較脆坑 star 呢就是貓山王。哦。就係 star 就是貓山王。我唔知貓山王是唔是馬來西亞嘅 breed 嚟？貓山王是馬來西亞嘅 breed，是到去吉蘭丹來嘅。哦，你人聽人講係咪貓山王佢世界，嗰時就是人嘅 original 嘅馬來西亞嘅。馬來西亞嘅貓山王是巴行啊，唔是吉蘭丹。冇，伊是 originally from the 吉蘭丹來，咧叫古熱嘅。因為伊食很食嘛，伊 breed from 係古熱嘅種，對，了古早是古熱嘅種啊，是古熱嘅榴蓮種，古熱嘅種，哦，伊人叫古熱，我捌聽過咯，我捌聽過人講食你榴蓮古熱嘅榴蓮，但係貓山王是多檳榔嘅啦，檳榔 start 嘅，冇巴行 row，真出名啊，
Rob 換對，特別唔知係，Rob 就係Rob 嘅啦，存在貓山王。但係八行嘅 theory 要唔要聽八行嘅 theory？嚇，係咪八行？差別佢講八行。係啦，應該對我嚟講，貓山王就是第一隻，就是出啲八行 route 一定係。對 Rob 嚟。我哋講緊八行嗰時格蘭丹，你是參掉嚇。是 from 格蘭丹嚟叫做古尼嘅 breed start 嚟兩樣對嚟參嘅。哦，所以齋到啲八行嘅齋。OK，所以有嗰個鵝肚啊，不鵝翅，你把你過咯。係揾自己思索行呀。鵝翅加貓山王，貓山王是鄧人名，人叫係咪？學嘅話，冇生經，冇生王，冇上經咯，係嘛？冇生咁，冇上王啊！然後講冇上王嘅咩？冇啊，冇生王。我就開始聽人講，按照講冇上經嘅是冇上王咧，我冇聽到人講冇上經嘅，冇上經，冇上王，冇上王。夜嗌嚟咪是冇上王咯。你啊 ，OK，so 鵝翅第股嘅 breed 是係咪？第渣嘅啥？嘢出嚟，讓 breed 出嚟，好我哋有 branded 啦，是係咪？整。有你講唔知咩個交沙字，唔是交沙字。D24 啦，有辣康士啦，有亞鋼啦，有昆布紅白啦，有哇紅蝦。冇 before 之類大家我都是有 D24 呢。哦 ，before 冇上網啊。對。冇留區那你屌啊，你是跟住24啦，辣康士啦，แล้ว係咪等陣俾佢講，俾佢講。嚇？冇啊，我 just 講 the number 呢，我只係 number 係個啲講一啊，特別我冇去記到這個 number 是係咪誒？所以是講伊個 D something number 是變咗伊名起嘅，係咪是講？所以講鵝翅啦，貓山王啊，人家咧有 number 嘅咧就，人家咧就是有 D，係咪 number？Fell down record 嚟咋？Fell down record 嚟咋？哦 ，with the Malaysian 拍正嘅字 culture。I see，你是講，所以你是講伊大行講啦，鵝翅啊，咪學度噶啦，比如要是有 D 隻 number assign to 伊嘅 breed 嘅。係，對。OK。有 register 有報名㗎啦。啊，未使講，同埋未講咩？未使講。是啊，我成日講係你難講嘅咯。嗰啲鵝翅嗰啲有 number 嘅，特別有 another name 就叫鵝翅咯。common name 㗎，伊個一個 scientific name 是 scientific 伊個發明嘅 name 啊。I see，明白。OK，等陣你講上快啊，就使你講鵝翅話咩？亞鋼鵝翅昆布有鵝翅昆布係咩？昆布係咩？有迪卡，我真係啦，我咪就迪卡就迪河螺嚇，河螺我冇聽過本。咁呢個就你 Phoenix 係咩？是咩？嚟啊！是咩？嚟啊！是咩？做硬蟹嚇，硬蟹嚟啊！當劍嚇，當劍係咩？新加坡前係興住你是 Phoenix 叫係咪啊？你鳳凰啊，唔係跳嚟鳳凰喎。鳳。有新加坡有嘅有嘅 Phoenix 嘅。鳳凰啊！แล้ว依個新加坡是叫 Phoenix 有叫鳳凰哦。新加坡有榴蓮。有啦，鳳凰 Phoenix 咯，特別好嘅我唔識叫咩咯。紅咯，紅波。嚇，係咪 origin？ Botanical Garden is 新加坡。Sentosa Island 嚟。咁樣是 Malaysia 嚟嘅，咁樣是 Malaysia 嚟嘅。係巴坑嚟嘅。是巴坑就是咗嗬。誒，新加坡嗰咪出一個 documentary 佢講嚇 original 新加坡榴蓮咯，佢冇出過。belum claim lagi。你講出嚟，我諗是到啲Sentosa 出嚟啫，一榴蓮。所有新加坡人、活人OK，so 但係你講西都，唔係西都，西都灣，西都是湖灣。西都是湖灣，冇但係你講嘅就係咩係咪槍咧？但係就使講話唔知係咩。
咩唱？但係你一句你講啊，你講你句啲有迪卡啦，硬蟹啦，南昌啊，你講哦，你是南西嘅，南西。盤波啦，坤波，我唔係聽過坤波。坤波是咩？係咪意思？偏南波啦。坤波是咩？斜配。哦，斜配。你這種好我唔知喎。阿 Will 我都係隻嗰種。我頭是冇食榴蓮嘅嗰種。แล้ว佢有時嗬為咗愛翕 vlog 咧，嗬特別嘅佢知誒。你是冇食榴蓮是講冇講隻小隻咧，還是冇食 AB？冇食完全冇食誒。哦，我食完全冇食誒，แล้ว係แล้ว佢有時為咗愛翕佢哋 vlog 咧，嗬咧 ，because 伊有一個佢哋榴蓮嘅 buffet 到佢哋山頂嘅位啊，兩邊嘅一個。葡萄呀。對，แล้วขี้แล้วจะเป็กเดียวเจียวในความนู้แล้วว่าเจียวแล้วหอว่ากำกับเดียว講佢哋鵝翅啦，鵝翅是較特別咯。對，因為阿妹有特別講緊你食啊，特別了解。妹阿妹有特別call依家 creamy， 你感覺依家 creamy 哦。creamy 啦，伊杯有淡薄椒味啊，你看。我只可憐。馬上是加 smooth。加啲。對，安尼咯。所以是加隻鵝杯，鵝翅啊。鵝翅對。因為阿妹。只粒200塊，200。係咪？貴咯，真係定估冇安尼貴。我咪你個咪想講，我對其實食啦本地榴蓮。我買啊！舊年貴咯，真係舊年嘅。但年貴啊 ，MCO 就貴啊。哈哈，就是哦，一貴後梗係貴呢。但年嘅榴蓮蛋嗬，我食家真正無類過食家真貴嘅。哦呀！所以食榴蓮蛋咧，我個貴個無類嘅咯。所以我就都係食你叫，你未端係拍生呢？係咯。你做咩字？伊人唔是講今年有可能會食較便宜嘅榴蓮咩？我唔知嘅字有冇味道嘅字，或者冇落河點先咪會咯？伊出貨咧問落河，伊咪食榴蓮咯。伊落河唔掉點先咧，都係榴蓮落少。哦，所以其實落河是 optimum。So 伊 before 出貨，伊落河比較緊。或者伊出貨咧，伊落河。伊花落嘅了。花落起嘛，一輪咪別嘅歌咪生出來咯。哦。未生榴蓮，因為是超榴蓮嘅時，伊起嘅。OK。起小嘅。然後但 individually 特人小調哈，我會每即係差別分，你suka食。得一整，你合咩數？你使講一整、2整、3整咪使？我暑假食紅蝦，因為我食我暑假紅蝦，因為我點解伊本是可憐了 creamy 伊白紅蝦，所以就叫紅蝦。伊白加紅咁樣。哦。誒，我上個時唔捌食過 branded 榴蓮嘅，even 我食到我都唔知定。了 ，OK，了講咗，所以你暑假食你暑假食紅蝦是 because 嚇，一定係烤咧白膠。我暑假食烤，我暑假食烤。แล้วรู้จะอังแฮวอ่ะจะใส่有老實講，因為紅蝦較偏貴。哦，อันนั้นว่าจะอังแฮ我係鵝翅咯。แล้วอากาคุยด้วย1 กิโล1 กิโล40กว่า未幾時。嚇，something 嘅呢？อันนี้貴啊，真係真係你知，馬上還去嗰啲馬上去個80塊、82塊一路。我未食那貴咯，榴蓮。你話俾你食 AK 嘛，John？我買食，我未食未起，我食我吞。阿婆才能食啦。我未消化。嚟食嘅啊！比基嚟食就會啊嘛。你使比基買啲咩 business class ticket 嘅？你80一粒你看嘛是差唔多，像美國嘅只10幾塊美金啊。我唔係俾佢榴蓮都只美國吹。直接叫我轉啫，得冇啦，馬上揾。哇！一粒大隻
大隻超過1 kilo 嘅，所以冇可能食80塊，佢哋是。貓山有啦，60幾塊。有啦，貓山阿個 maybe 80塊嗰就確有啦。啊，講到隻鵝翅是冇可能嘅，鵝翅地鵝翅是冇可能。哦，哇！鵝翅比貓山王較貴，我想貓山王是地貴。你只係80塊到100塊、120塊一路。Oh my god！我覺得嗬，貓山王是 marketing gimmick 對，葡萄雞你講咩？你話隻個咩？我發隻佢鵝翅啊，攞100幾塊一粒啊，冇攞個4個款嘅。哦，because 你講伊血只是一盤沙盤嘅嘛。特別伊血大粒嘛。特別伊榴蓮包啦是大包嘅。嗯，呢是招子啊，你知？哦，招子我知，嚇冇血。阿咪伊血4粒，冇血咧？招子冇，招子免得落，伊係紫4粒呢，嗰啲白隻隻，家丟唔是冇血。冇血啊！冇血唔是4粒，冇血免係冇，免係是冇啫咧。四血。你是唔是參客呢？誒，我咪諗我是講招子還是豬子？招子，蕉啊，成個蕉嘅蕉啊，特別唔知阿龍不知啦。超子啊，有時陣時咪講超子。OK，so 我冇俾下。OK，咁如果第一季是鵝翅咯，第二貓山王咪講確實 commercialize，然後係你紅蝦都講本是特別吸引嘅，特別本是貴。紅蝦92大是貴啊貴1 kilo 都講貴1 kilo 40塊啊。40塊差唔多。40貴。OK。特別要參客錢呢？哦，pos 啦。冇啦。Good question。我試緊那邊，冇嗬，呢備料撚真正麻煩，就嗰條白卡㗎啦，嗰嚟前就更可悲。白起來錢你就冇上對啊啦。誒，白起來錢佢較貴啊。白色啊，較貴。哦，佢是更。百幾塊1 kilo，啊咩啊？一盒。啊，100幾塊，normal 有幾十塊咁喎。誒，OK，那個A 都有貴，A 都是都安啊。誒，到幾多個我參望去食啊。就使講。我參望去係你榴蓮會食啊，冇。就使。我錄個插片機嘛。哦。誒，咱去幾多啊？去哪度啊？你知道？一刀，我去一刀呢？哦，我參望去一刀啦，我個參我個參。你都差唔多兩期。啊，對。誒，特別我對是無咧，嗬，我對是無榴蓮蛋啊，我只少榴蓮蛋對。後邊係 off 係 freezer 咯。啊免啦。會使嗎？我 OK， 所以我被摘，我被try to 吹看一個差唔多嘅 fit 我 budget 嘅。maybe 紅湖。你 fit budget。紅蝦啦，即係。係咪紅湖？XO 上面 XO 貴啊 ，XO 酒比較胖。我愛，我比較啉酒嘅人啊，特別我食榴蓮啊，我是食隻酒味榴蓮，你知？可憐酒味榴蓮，我是這樣食。一胖，我是什麼？我是記榴蓮啊，是。個扎係你金棒榴蓮，一白薄咧嗬，你一食到皮淡薄咧，你特別一知道咧喂，你特別用你吹氣呢，跟你貼伊個榴蓮是唔是？啊什麼啥？但係伊榴蓮就胖。嚇，係咧，你話好，我後尾是貴啊，用隻榴蓮較大顆嘅啊嗬，夾成隻白啊，我食了我就一條食，所以我變咗冇愛食去，我食話咧山巴榴蓮嗬，我個會。唔錯吧？山榴蓮我個會食較濟。小華哦 ，because 是在先說。金鳳榴蓮。啊，金鳳。榴蓮較濟 fiber。like 那邊那隻那 like。啊，你嗒成個你 sip 你 drink 嘅呢，你就。呀，你笨隻。你話叫我知，係我弟我知，弟呢擼到啲嘢，你燒嘢蝕嘅，知唔知？你好一杯人嘅錢，我都熱辣後生。
吉拉過咧，是你就夾你自己靠咧。嚇，對，冇你解減就一活那個，你減就一學一拔出來，有時你夾伊係你because 是裡面先有 end membrane 嘅可能，你喺淡薄間淡薄就好知啊。伊唔是講夾零啦，唔是講你追節，特別要寫一 end 寫一膜啊，可能。OK， แล้ว講到啲fit 話 budget， 有時咧除了紅湖、紅蝦加我似一個咩 XO 佢哋 OK 啦 ，XO 佢哋 XO 佢哋係嘅，唔使喎，是 between 我記嘅你翻唔到，伊冇，我出嚟冇 XO 嘅。哦，但係你講 B24 啊 D24 D24 D2 D24 8號啦，冇糊掉。個 D101咧，D101係咩？啊，仲有係你呢個福建名誒榴蓮，大係你我出嚟，好勢我出嚟啊，因福建名。D24是較甜，啊，所以較甜，是較D24了。哦 D24 誒，真冇看到誒。誒，好啫！啊，我去看，等你。這裡，榴蓮啊，紅蝦，哦 ，OK， 等看到啊，紅蝦，河螺，等我講河螺咯。哦。車配，車配雞。哦，ganja，我是講ganja，OK， ganja，D2 ganja 冇就好正。D2 加小紅，哦，小紅，แล้วกะปิลี่係咩？誒，特別 shape just 成個就是粒耳肛門，哈哈。一個阿莫榴蓮啊，佢11號。紅蝦11號。哦，紅蝦是11號，我冇紅蝦是頂面。哦，紅蝦是頂面 ，OK。24 14號，加紅白鏡。哇，我是講伊 shape，伊像一個 pear 啊，你看。哈，對，紅白鏡，แล้ว這是宮爆紅。官爆紅係咩？捆波啊！哦，是唔是捆波？唔知官爆紅是啊？當知係咩？官爆紅應該是官波啦，應該是啦。波啊！大媽這裡大媽這裡講講這裡陳片講佢哋 Phoenix 啊 ，Phoenix 是劍紅啊。哦，頂峰啊。OK。嗱，即斜配冇相喎，即斜配15號，佢大媽另外就係斜配個冇相，斜配鏡。哦，是4粒誒。哦，伊 shape 都冇相嘅嗬。哦，是咯，咁樣伊 To be 哦。哦 ，OK， 即係嗰時ganja 啊，即是嗰啲你使去夾啦，即係你使唔是夾，即是嗰啲是 specialty 嘅啦，即是。designer durian， 哦，個 durian， 哇 designer 是 specialty 啦，伊是 breeding 了，伊出來就嚟整咯咧，咪 register 咯 with the agriculture ministry，就係。所以有 register 了誒。就係，特別無講特你是貴嘅，就係都未俾啊。呢面是金邦榴蓮度啲啊，呢面是wow嘅。哦，所以個係咪叫個滷咧，包咁啲都是嗰隻係咪？但是你啊，我後面榴蓮冇食過食啊，貴百二後面嘅咧，我冇食啊食過食。後面有嘅金邦榴蓮冇好食啊，咁解。做乜事？後面冇好食。我唔知。等，我未聽過後面冇好食啊，先。有嘅，有嘅金邦榴蓮是wow嘅嘛，wow means伊是家己生係咪啊？有嘅是。後面冇好食，後面伊是正㗎，還是後面冇食？伊嘅話，往時會講伊嘅。石水會講啊，係得最外面味所，我往時定食啊。哦，哈，伊把只定嗰隻，即係 fibrous 嚟嘅。唔會係背。啊，對，番薯吧，對。伊是嚇定嗰啲啦，往時冇得掉嘅。即啊，豆嘅講。番薯吧。嚇，番薯吧。
漢字巴成個日本人玩啊！漢字巴，漢字巴，漢字巴咯。攞佛刀你去你榴蓮俾榴蓮字啊，去 A 度是你講誒，我背漢字巴係榴蓮。阿 John 那個做 short video 喂，做咩漢字巴係榴蓮啊？漢字你出名就係漢字巴。漢字巴加不接。小嘅 ，You are my hero. You are my hero. 阿 John 啊，one thing interesting 啦，because aku講12大事啊，係是幾樣嘢咋 ？because 伊是第他就甚至第巴魯加 breed 出嚟呢咋？哦，是 earlier 較早嘅 special breed 啦，是講。嚇，對 ，one of the earliest one 其實係，特人愛食嘅咋，係。特別我頂節舊年啊，舊年啊，今年啊，去食紅蝦有呢一隻好食，你知做咩做？伊食個 toffee 嘅 flavour 嚟。哦 ，toffee caramel 嘅 flavour。caramel，哦 ，yeah，OK。要淡薄烤，特別伊冇嚟烤，特別伊味素咧是食個嚟 burn sugar。哦 ，burn 食你叫咩嚇 ？burn caramel burn 嘅糖，成個要淡薄有淡薄 smoky 淡薄會食啊。對，要 smoky 嘅 flavor。所以特別，本來伊是怪特別。特別冇講食貴，OK，maybe 我對佢特別 try 紅蝦，我會食好食過買貴嘅咧。特別伊家冇人 call 咯，因為你 smoky 嘅 flavor 咧。OK。所以鵝蝦是第烤，鵝蝦個烤，鵝翅是卡烤啊，邊個鵝翅？creamy 咧，特別要淡薄烤黏咧，要淡薄焦味啲阿妹。誒，我暑假喎，呢邊。特別你有 imitation 啊，成個伊票啊，就是在伊味素都不行嘅。啊，這裡紅蝦比較話，OK，特別冇呢 intense，maybe 鵝翅嘅 intense flavor。OK，咁咪是伊類 double 咯，冇 double 咪是隻攞刀咯，咪是 intense flavor。我咁樣隻金崩魚嚟食白刀。啊！你唔掉你好食物件咯，佢食飯你唔使特別數。金崩 hit and miss 我感覺金崩牛人，哦，特別你特別教脆，你特別教脆，你樣式嘢賺。金崩未 ensure quality 嘅，所以係伊是話嚟，所以是話嚟。แล้วเราจะกับ榴蓮เอามีเชีย啦เอามีเกียร์ใจ啦แล้วหันจ้า啦อีอย่างนั้นสี่โลบาท榴蓮嗬อันนี้榴蓮比如講啊อย่าง四六八樣生起時啦，比如講，樣種即係長啦 ，usually 係講樣仔你真係知嘛？即係長係生50粒呢，今年一看到嘅了，伊發出來嗬，60粒40粒，所以樣對安怎呢？係講成40粒嚟講嗬，伊榴蓮被absorb 啊，掉一個椒係講你冇好食啊嘛，所以樣生出來細粒時樣度你加。哦，所以樣燒掉伊個波，所以伊 control 伊50粒生出來時，伊 nutrient 加了 concentrate 到喺呢50粒誒。Yes，แล้ว出來就好。別怪啦，你攰學人做派嘅行程。這是quality 高嘛？對，係咪蘋果係咪嗰啲路咪是條 brune 嚟整，但係條 brune 阿婆伊未生，唔就伊生冇好事。意思是講你伊個只聲無精華，無咧 richness 嗰啲嘢，係嗰啲摻嗰啲。對，冇烹嘅。係咪整嗰時誒 next topic 嚟講。OK，so 個係咪個？等我講未到個。你暑假你食係咪漢字啊？我是暑假食D入士，還是個冇生經。哦，D入士，所以你暑假較啲嘅，係嘛？我食D，然後嗰時食大包嘅，所以食咗個雞蛋。哦，個 D 嘅大包 ，OK。我在三沙是暑假食雙榴蓮啊，暑假食你。金鳳。到個冇即係葡萄乾咧，你暑假食咩？我是個隻紅蝦，然後這個菌寶啊，菌你不出個東西真好食。菌寶是咩菌頭寶嚇？我是菌你去菌寶，伊安哥介紹。菌寶，咁好食本
誒，這咪是捆寶是叫，係咪是捆寶？我要知 origin 這一名，我冇明白捆寶係咩事。你名嘅，有時你會做 break 出來嗬，然後見佢 register 嘅啊，有林鳳教嘛有。我聽佢林鳳教，誒，先頭我聽頭一擺我聽到林鳳教時，我成個是見招嘅 breed 嚟。因為林鳳教是成龍嘅寶啊，你水住佢叫做你。我知林鳳教嘅 actress 是一句我知。誒，林鳳教是成龍嘅寶係咩？你是成龍嘅寶？哦，我唔知喎。唔是講喂，等陣，即係林鳳教咪是阿波的唱歌一聲滾滾的咩？成龍嘅寶係。阿咪，你講嘅是最冇講啲。because 我係個教講，伊人你唔可以名林鳳教 because 伊活四粒，甚至。唔對嘅啫，唔使講對唔對啦。你個線路 ，How sell you？ 我唔知。我當時聽人講話嗰時，我別講，你講林鳳教是榴蓮，你活四粒嘅屬於榴蓮。你個 Q 你卡 ，Q 你卡？唔知，我唔知。呢面是singer嚟名嚟咩？唔是打波嚟咩？唔是我打波嚟，查波伊是 actress 係成林鳳教。是，我別記面，等我隨你 Google 看。家屬業一時個林青霞嘅病，上次時代出來。按照 spell 裏面，按照 spell。LIN 嚇 N F E N G。你成龍咯 F U N G。แล้ว Q I A O C H I A O。哎呦，咪就係啲風啊 Q I A O 啦，即哦，除掉啦 ，Joan Lin 你名 Joan Lin。你中午嘅定頭毛嘅嚇，你這間是林鳳教，唔是林青霞，這間。唔是，這間是林青霞，佢伊隔壁。這間林鳳教哦。唔是，這間你小唔是林青霞嚟咩？啊，這間是林青霞。我唔是喎，這是林鳳教。是啊喎。等我開你看下。啊！是啊，嚇林鳳教。我係唔是啦，是水哇！而且而且係咪 cancer？ 哦 ，cancer 是伊個啥？伊個迄個。係嘛，John。horoscope。啊，迄個中午嘅，迄個穿白衫嘛是林鳳教。是咯，冇解啊！你啊，講人死啊你啊！得一個 which one？一個。啊，迄個中午嘅啊，嚇，這間就是林鳳教啦。我未記邊咧，actually。唔是，隔壁，個隔壁。這個，哦，這個。啊 ，this one，這間就是林鳳教。我未記你哦。呀。我阿莊，是不是為了拿捆啊？哦，是啊，這啊。下邊咧 ？I think 是這下葡萄乾啊。葡萄乾。冇啊。咩嘅？我睇到人攞唔得是我查米粉啊！啊，冇冇嘢冇嘢。哦，只 can 位變位剪。我唔是喎。咦，鬼困呀！我是叉龜表弟，我邊啊？我愛講唔是 what is not 是伊，是路，特別唔是路。對。係啊，是我，特別唔是我。對，是路，那邊來特別唔是路咯。哦，我OK，啷個我講？這間是林青霞，是林鳳教這間。啊 ，this one。That is 林青霞 ，That's Bridget Lin。都係 this one 咯。唔是，即冇聲。等陣你看差唔多出啦。到林鳳教啦，名係了。呀，人係唔對啦 ，This is Bridget。是伊嚟，是伊嚟。林青霞咧。這是林青霞嚟。唔是，即係林青霞冇關係嘛？只看啊，啷看到小英到 YouTube， 只看是林青霞。冇，林青霞。啊，林鳳教，只看林鳳教啊，只看。林鳳教。哦。咩都冇想過林鳳教。這是老咧林鳳教啦，當然。係，因為伊個你是林鳳教。這條小英我會記，特別串嘅我未記。安真奇怪，我會記一條小英嚟喺人邊。所以伊榴蓮你頭上伊係頭面型嘅呢哦，伊林鳳教。
他暫時只硬嘛，然後就你林峰就無輸呀，成龍嘅波佢係談到無 royalty 嘅用啲咩？還是一蕉是香蕉嘅蕉，所以變 royalty。冇啦，一名上一名。哦，林峰蕉咧，一個幾百嚟隻，一個幾個有，唔知。呢個嚟邊嚟嘅？嗰啲隻 free。我唔知講成龍嘅波是林峰蕉嚟到，我唔知。有。你要嚟邊嚟大哦？成龍唔是出啊，邊嚟？是咩？成個是有。成龍我唔知嚟邊嚟多貴。頂到一股仔有嚟貴，因為股仔就我微信就是個嚟邊嚟啊，隻行92大時嚟，唔隻行嚟 promote 登台啊，登台超過咪個了。啊，我沒做。我知乜事，我會記起一張林峰蕉嘅時候，應該因為我只有嘅 poster 嘅時候。哦，做咩事？伊人來，伊人叫拉斯沙樣，我過記過。拉斯沙樣超過啊？啊，伊人嚟登台，แล้ว幾多拉斯沙樣？แล้วจังเจรังที่ฮิปเซียวเองลูกหอยกอดจับคออีตัวหาลูกฮิปเซียวเอง哦，ปัตตาว่า對佢冇安呢嗬，家長女ฮิปเซียวเอง我過記過。我 cheap 嘅，我可能女能夠翕小影。做咩事要人名一名？嚇，對，做咩事可以？做咩事叫伊名嚟做？哦，你是講出名是吧？伊 owner 是甲伊嚇。哦。just name it like after he 啊。我先阿俊，我一個群友，我俾我開個 house 啦。嚇，OK，個 house 是吞聽啦，係你。我呢邊群友實聊有未知啊。你幫你多謝。喂，阿媽唔知。你不知。很直，係咁，按照韓子那個。韓子。韓是咪你啊？韓子吧。啊 ，OK。韓子 ，OK。OK， 但我講啲 OK， 我講到啲蘇家姐誒榴蓮迄個就是冇講過OK， 好，即係就是個調，迄個梅玲個調，困嘢未？梅玲 ，calling once，calling twice，so OK 困嘢 ，slept， 未榴蓮，白青個調 ，calling once，calling twice， 困嘢本，即係。別使講，你是個即係榴蓮是蝦米？我冇飛。哦，你本是蝦米？你成個包咁啲蝦米本隻？OK。你算做燒榴蓮嘅人哦？我細漢時冇燒榴蓮，嚟美國大鳥隻？冇，唔是，過咗21歲。嚇？唔知唔係 hormone change 嘅係咩啊？過咗21歲。紅險？我唔係細話時嚇。白驚隻榴蓮40 weeks 啊！哦，哇！白驚隻香嘅，and then 我爸愛去背架去印度尼西亞去上地買對嚟。Oh my god！咁掉嘅啊 ，and then 我生出來咧，我細漢時咧，鼻到榴蓮咧，我走去樓頂。哦，你冇試過榴蓮鼻嘅細漢嘅事。and then 過一日，過一日以後啊，曬到你求我知啦。那佢俾榴蓮係咪？嚇，攞隻榴蓮啊！哦，哎呦，呀，攞紅險你看呐？嚇，攞紅險你還是有白驚哦？冇啦，我都就要去翻到成隻佢都冇夠煙夠煙咧話背成。會白驚，唔知嘛？我看攞紅險白驚就係你當然變做小榴蓮嚟啦，當然。你當然多正咁做啊 ？OK， 多美國咁做好當然。又買佢哋一包嘅frozen 啊！哦，你而家燒個300隻你看啊！誒特別 OK 哦，你 feel 到 OK 哦。Costco 賣我有時看到。Costco 賣，and then 我冇 Costco 啦。硬係幾錢嗬？嚇，我買隻是半紙嘅，是Malaysia，我是愛吹 Malaysia， 唔是什地，我吹 Malaysia 嘅。什地榴蓮咩事冇好食？3塊美金。你講啦，等陣，別使講啦先。你講係咪13塊美金？13塊即係伊是 Malaysia 啦，伊是18啦，伊唔是冇生經嘅，伊是唔知咩西，係咪伊冇寫 label 嘅。
有一個 pack 嘅，要一個 paper packaging box 內邊是 plastic packaging 是唔是啊？你係咪？你是冇，伊是規包是 vacuum pack plastic 嘅。啊 vacuum pack 對。啊，伊無我不成對我 frozen 嘅，你section 100塊。幾塊啊？邊樣買30幾塊？美金啊？金，做檔做這。我未記啊。我買是已經白出來了嘅，知無？哦，無美紙嘅嚇。無卡咧。嚇，我知。無卡有美紙嘅。對，你有卡嘅是，卡即是越南啊，是上地來，你有寫一個棒嘅呢，一隻是 net 你看啲條嘅嚇。啊，你蒙湯，你無食已經走水，你出水嘅了嗬 ，frozen，一兩時間嚟煮嘅可能是。冇啦，馬來西亞出口去中國嘅啊，冇是貴粒嘅，就去香港貴粒嘅。變靚出來頭期。呢是 frozen 啊 ？frozen。香港有無 frozen 嘅，你愛買我啊有嘅，有嘅是 24 hours， 你訂嘅ship 過，direct flight ship。去 Durian Airline 呢？呢隻我唔知啦。D747。D747 咧，係 porcelain 嘅，係啲壺嘅，係 ice box 嘅。哦，變咗 LA 俾啊，一隻水水啊，一包水水嘅，無 frozen 嘅，美金百幾塊一磅啊。哦，哇！隻金愛買，會使嘅，我會使介紹你嘅，就一個 dealer，我朋友介紹嘅。我咁買啊，你貴。我冇買。我知邊咯，乜隻貴？唔。Ringgit 啊，漲到不愛好啊。很啊。你都愛開。我開八嚟會。榴蓮我冇咩搭咯 ，feel 到，人哋我只係一條直嘅。乜隻貴啊嘛？你乜隻貴？可能只係未條直，你個只隻無好榴蓮冇條直嘛？唔知好榴蓮只。定到只好榴蓮啦，嗰條直，是我唔知上面啊，你知啦。我朋友嘅人見小隻榴蓮咯，哇，買，唔知去到度吹下咩定，去食啦，後面我食一盒，啊好食是好食，然後佢就食，啊哇死條直啊，是起好。佢就無爽啊！我變做成日無咩想食，但我食啊，所以我當今食好，我是較書本嘅咯，我無食安尼食。未使食上這一擺會條直 ，because 伊真係 heavy，無伊 carb heavy 嘅咋，了。誒，派大隻少。啊，一路食上這了啊，你不多未消化，伊就 ferment 掉 yes， 要拍了是都食胖烤嘅嗰隻。呀，有黑本啊，應該是對，像我做米飯嘅可能。是啊。啊，你為人舊咯，食榴蓮加做米飯。可以做米飯啊。個係聖誕，上地，上地唔是有嘅人，上地你食係人食你mango sticky rice 是 durian sticky rice 咯。有啦，咱本地人都是安尼食嘛。係咯，我食個食。主要是人是兩杯，咁榴蓮一杯咯。嚇，對，即個咬啊！你我巴咗水條嚟，但係邊都有即個俾咬啦。對，榴蓮杯，隻榴蓮杯。誒，無係聖誕嘅，我講咧。有個人講係糖，個係聖誕㗎，你講。哦，老媽，我就你。喂媽，我係三拜最好食啊！榴蓮、白梅加三拜不拉真，係最好食 the best combination ever。我冇 try 過。拍水榴蓮咧貴拍三拜咯嘢。你講流直，一兩兩兩喂，三拜。哦，三拜唔是放置榴蓮，三拜是放置啲白梅。對啦，你配榴蓮食嘛？我冇看過。係啊，你配榴蓮食，是真好食。我冇 try 過。我冇看過。food show 哦，做咩差不多nasi lemak with 榴蓮啊？嗱，baru desi ni si ramen。我買。你小啦，小 N。但係啊，即係是金鳳人食嘛，嗰時榴蓮配對，我咪就係你咯，即係大媽配榴蓮配到驚講，你只係食人仔，你只係配飯。食上時為媽有時唔知咩事啊，半段煮咗上面啊，就是煮飯了，你要摻榴蓮醬。
所以你叫物件背。冇叫物件差唔多嘅。哦 ，OK， 我係厝內呢，我媽咧是係背了熱水，成個湯咧特別係鹽，所以伊背是啊，淡薄成個調出來，你看淡薄嚇有味啊，有背啊是有摻鹽水，dry 鹽水。啊，嚇，真唔係聽過咧。嚇。你我出嚟是真係我不聽都作氣啦，作氣，所以係。maybe 特別是往嗰陣時嗰隻榴蓮背咗上嚟，可能係淡薄鹽，แล้ว係作罐水到啲背位，แล้ว配榴蓮醬咯，吸 on 吸嗰陣時。誒，你人有食過燉波鴨哦？嚇唔捌喎，我食過，我愛見食，我愛食。燉波鴨是 fermented 咧榴蓮嚇，你見可能大味嘅配榴蓮不如。喺時間，好似啊嚇，攞 describe 下啲數，碎碎 creamy， 臭味淡薄咯，臭味淡薄，臭啦，啲榴蓮味啦，係咧有你味咯，依純粹味就臭味啦，啲臭水嘅榴蓮啦，啲 fermented 嘅味，我大家自己做嘅，特別伊是咖喱嚟嘛，你做啊？冇咖喱是用燉波鴨做，嚇，我哋咖喱是係燉波鴨，對。所以燉波鴨成日做，你講下。因為細嘅嚟參，即係細嘅嚟參，都係神拜混椒嚟做神拜燉波鴨本嚟。按怎做啊？你講下燉波鴨按怎做？你講。即係按做咧，碌白嘅榴蓮定白，白嚇，榴蓮白嘅咧碌白出來，一支嘅咧點掉，然後碌下啲碌玻璃嘅馬蘭滾，碌三淡薄鹽，攪，然後碌。lúc bằng bia và how room temperature 可以 ferment 了，lúc ferment 幾日子，然後lúc cái quả là lúc係quả，lúc quả冚特別唔使太硬。哦，所以成日咱做迄個落地嘅迄個做落地嘅時 starter 你看呐，做一步。嚇，對，因為伊會 release gas 嘅嘛，所以你唔使冚太硬。你哋可以 release gas 了，你看幾節嗬，伊 start 出配啊，แล้ว做時啊，你味咯，แล้ว你使 taste 咯，你感覺你自己味所 OK 咯，特別你就使燒成度啊咯。哦，燒成度就 slow down fermentation 啊。特別就是咖喱嘅燉波鴨啦，用燉波鴨煮嘅咖喱。冇咖喱燉波鴨咧，是你煮咖喱，แล้ว你係一個燉波鴨落去，點咖喱燉波鴨。每是水啊，燉波鴨係做咖喱。伊是水啊一啲。因為燉波鴨你唔使愛番子愛就，你燉波鴨愛番子又冇好似愛，因為是水嘅，所以你第一個嚟煮嘅，你第一個嚟煮煮咖喱燉波鴨，無你第四個嚟參加你三拜，跟三拜燉波鴨。你 sauce 嘅燉波鴨 sauce 參佢三拜咧啦。成日有人時當食啲有腩啊，啥物點有呢？就是伊燉波鴨嘅嚟參三拜啊，紅椒係咩好？冇，你係三拜，你係使 as in 一個 option，OK， 燉波鴨一個你係使嘅煮咖喱，但是你買嘅煮咖喱，你唔使參加你三拜，就變三拜燉波鴨。但特別平常時，攞看啲人睇啲 food store 嘅時啊，你買一時好多換物件燉波鴨，或者是標嘅燉波鴨嚟啦。冇標燉波鴨，你是以後你換啲價值是參三拜啦。但係三拜咪是冇煮嘅。不過燉波鴨關鍵是燉波鴨是冇煮嘅。unless 你嚟煮咖喱咯，咪是落去參咖喱煮咯。所以煮個咖喱是伊咖喱係水底呢？咖喱伊有水味，有水味嘅，水啲啊。你後講嘅東西是好食咯，香啊！你我在會呢，會過來。後生子有煮啦，咖喱燉波鴨。哦，我唔捌食過，我燉波鴨我唔捌 try 過。我唔捌食過，我真係嚟新加坡，我煮好多隻。哇！我這邊聽過呢，我對馬來西亞我都唔捌聽過燉波鴨。我們是做真嘅學掉。我係成都 anytime 有燉波鴨。Oh my god！你成個kimchi咧，你kimchi。是啊，kimchi。你有亂咗俾條榴蓮香子。因為榴蓮當時我睇啱啲嚟做啦，咧係燒正股嘅嘛。哦。因為伊是ferment嘅嘛。哦，這是成個kimchi味啊，但冇晒kimchi味哦。是啦，水啊，水近。所以伊是有迄個叫咩？人食kimchi是好是伊個咩？你不多你 bacteria。probiotic 啊。probiotic 對嚇。哦。
即個我冇去研究有這 probiotic 無啦，但係我食嘛，所以我特登研究呢。所以你是當伊就是酸酸鹹鹹，淡薄可能會味素，你是個？伊無鹹呢，水甜。哦，水甜，但係我只是個咯，可能。但係榴蓮係甜嗎？唔是講係飲咩？嚇！你講係飲喎？係啦，都係飲，係 ferment，特別伊 ferment。係淡薄咧，你係前隻少飲咧，冇係隻，แล้ว因為飲是嘅嚟學伊 ferment 嘅時間，你別嘢 seasoning 嚟，所以你配三擺嘅時候，你是上個人嘅三擺不拉真呀，你攪淡薄嘢落去，然後呢？對，所以個鹹甜甜水水呢？個鹹個水水啲，咦，我嗱三擺是個食本嘅，我嗱三，我感覺是真好食。我嚟做冇食啦，那本地物件。你สุก只有只只都สุก只。哦，可能我驚講我記你，我驚講我唔要食。對啦，伊嚟冇安怎，伊特別上個上地不辣真嘅，會 taste。你食真正肉，特別會食人咧。哦，我是個食真正肉啊，我特別是。Actually，真正肉我是個只特別真正肉嘅味素係哦，無酸。我有啲物件 fermented 物件我唔敢食。唔是講唔敢食，無關咧暑假食。成個我食係咧，你知有個人食暑假食係咧，一種嘅豬鼻包到啲香嘅有嘢啊，然後一淡薄 fermented 咧豬鼻嘅，可能搭帶，哈，係咧，我食 OK 啦，我會食啦。我食係 enjoy 特別我未成講，哇！我真正想食，你看你 flavor， 意思是成個係咧。八帶，頭先講咩？搭擺嘅 flavor 搭擺。啊，搭擺咯。呢個時候搭擺嘅 flavor。搭擺就是冇想，應該搭擺是甜嘅，搭擺是甜嘅。哦。搭擺是甜了，講下啲嘢。哦，所以這是酸啦，這是酸甜。OK 啊，我特別。嗱 ，OK， 嗱平常時 supermarket 馬來西亞有攤賣哦，都冇呀。罐頭上面I don't think 冇啦 I think 冇。特別家己做。我假如講你俾佢打落去食，嚇，講tempoyak啊，tempoyak啊。Malaysia。嚇，佢打落我10個月9個月杯。咱檳榔本冇本啦，是哦。等等，就是我真係唔知講啫。Travel along the highway, north south highway, 你去 Sungai Perak R&R 啊。嗰邊有一單你去吹啦，gulai tempoyak ikan patin。哦，我覺過。最好食了誒，最好食了都是嗰邊。哦。特別正式講都是八行嘅 gulai tempoyak 較好食啦，吧嗰邊，但是 along the west coast 嗰邊一單最好食了。OK。阿張你對來時你講你transit新加坡嘛？你來我出食啦，做你食。喲，我唔使食落啊，老細去背叫。Business class 我可能，我 business class 撞㗎啦。崩潰。ban 話會使咪煮，咪能落啦。OK。家己煮嘅嘛，家己煮，你是煮下面，煮糊啊，是煮下面。我家姐是煮糊咯，家姐是煮糊，但係我冇俾八點啦，八點睇我除嘛。所以我 just 俾糊。我拉沙伊味素啷 describe 伊味素，我是拉沙食個糊是正啱咯，因為有酸甜嘛。我就係做酸甜嘅古來就是自己食個糊嘅。那是講我用嘅 frozen 嘅 durian 會做 because 我 freezer 有 durian 有你一包嘅，我而嚟做 frozen 嘅。我唔知喎 ，frozen 嘅我冇用過喎。咁樣你講嚟嘛？而嚟做 ice cream 好啦，而嚟食嘢啦，係做脆。gulai tempoyak 嗬，你食了嘛？我就食榴蓮啊。但係 sorry 我妹姐嗬，伊是有係散嘅嘛，啲嘢古來。冇散單咧，所以古來tempoyak 係兩萬都是 tempoyak 而來嘅，哦。哦，所以冇係散單，伊白白，
會是老老是等波一來，就是榴蓮嚟嘅，對，等波一嚟，應該榴蓮就好食。伊是唔是成個係咪你masak lemak 嘅嗬？masak lemak 係你 style 啊？伊嘅 color 是會成個masak lemak 嘅，但係伊唔是masak lemak，應該伊嘅 lemak，伊唔是聖誕嚟，伊就是榴蓮嚟嘅。哦，原來是安尼看，我個上個講是有煮人嘛。哦，唔是，你哋都介紹時都介紹講，這是係聖誕哦，講唔對。無，我今日講東北人啊，佢哋本是到buffet 嘅位啊，伊人佢哋揾哪正那是啊，伊人食食咯。because 咱邊咧無嘅就。哦。佢話上是放Kelantan嚟啊，唔是Kelantan咩？哦，巴坑，唔是Kelantan嚟。冇巴坑，แล้ว煮雞also唔是干啦煮糊，你係使煮雞also。哦。本時嘅款啊，because it basically 就是，it basically 就是一個 curry base 嚟嘛。咧，但係咪 protein 都本是會使嘅。即係沙馬沙都俾妹妹。我哋講，我哋 YouTube 看嘅小英，有你是黃色，有你是較紅色 ，I think maybe 係較濟，係較少啦，係哦。curry base 冇事。OK，講真嚇，誒，黃色是滾熱嚟嘅。嚇。OK。我煮咖喱嘅兩把是用滾熱嘅，所以你會食是滾熱嚟嘅。應該榴蓮會冇講前隻會嘅嘛？白底露露嘅，係你就是榴蓮嘅等波一誒。對，入邊會是滾熱嚟嘅。我問你嚇，你煮等波一嘅時候，你是煮好嘅了，那個嚟下等波一去攪嘅呢，還是就俾攪一等波一嚟煮麵？一定冇咯，嗬。煮麵，我有煮麵。哦，咪只烹起咯，變做呢？我成做麵換做了，等波一落去做。哦，我話曬，你烹都即係成個人就係你kimchi fried rice，咪是kimchi咪是嘅炒過咧就烹嘅。你即係你 fermented 嘅 food 啊，成個人講你係啊雞啊，是你真正攞你看你物件哈，你炒過做麵嘅是一隻係你係種烹是你。外國人味道成講私人嘅是味嘅啦，特別人味道是就烹嘅。John，你人成日講啊，有成日講你 friend 啊，有去味道，你看隻味咧，感覺點講怪怪。我唔敢會，阿咪我是就快我炒係一件，我是到啲後尾去炒，我唔知味道冇味道我唔知啊。嚇，住波劍啲，未使講。未使講。我掉過啊！我 college 嗰陣時，我鋪belacan，阿文我冇猜嘛，我鋪伊嘛，鋪伊嗬，人 report 我啫噃，馬達嚟咋，講我拍屎尿咋，啊！你講你睇尿，拍屎尿 ，cook some cat。and then 有人講唔對，所以我又去看 ，and then 你馬達都掉啦，譬如後面物件來，我講不啦，真啊 shrimp paste，there's no cat here，okay？ No cats will harm in the enjoyment of belacan。馬達來哦，食啦。喲，你 racist 嚟啦，I mean 冇 knowledge 嚟啦。就講，看到鄧人就是食尿嘅啦，你看。講撲我，講我應該睇錯嘛，我係百蚊隻四呢，佢哋當時立。Actually，布布拉真本是淡薄冇阿計。特別咧就係老實講啦，是講啦，我媽見知。你咪是明仔啦，真面咧彈個價格落啲嚟，所以我鋪啦，個飲哦，你是講個臭哦，你是講你是為咗買到底點會鋪已經變出來，所以到底阿文就講砍掉一部呢炒。對，再不怎麼比掉，對，哎呦，好難 report 啊！上流阿文肯定啊。加工來講加工 frozen 嘅durian 做tempoyak or frozen durian 會做tempoyak呀你放 room temperature 先，你夾出來可以過冷了你夾嚟做。哦，我不做，我去 Google 嘅 recipe，because 我聽到
差別款講係係飲嘅，安尼可能咪講我會做啦，一項兩項嘅。即係我有一罐Nescafe bottle 250 gram 嘅，我有一罐啲生度，本是加 frozen 嘅做嘅。有淡薄啊，呢罐你咪講嚟做咯。係啲我冇做人啊。你問冚上安尼爆炸啊？It explode because ferment。但我冇做人啊。冇好似係榴蓮做淡薄一個掉嘛掉。對，我不是安尼款想。榴蓮好似係冇。好似係榴蓮咁。我冇是啦 ，I mean normally of course 我冇去買貓砂王嘅硬蟹嚟做啦，真正拍生嘛。但係你每次買嘅，你真正冇好食嗬。做出來伊但不然嘛冇安尼湯咯。所以你平時買晒買湯冇好食嘅榴蓮咯。你買 OK， 淡薄一 grade 係係咪榴蓮？按照買。我 normally 買買個當地啊，成個金鳳榴蓮啊，還是本有陣時我有買 D24 本啦。哦 ，D24 咩？D24 嘛是香絲。但係我係冇可能買啊，硬係冇上網嘅咯。你係到成都嘅，伊係你成都嘅味嘅了，榴蓮味哦。買啦，買。伊份面咧，伊跟淡薄一咧，伊無榴蓮誒一種嘅當地啦。kimchi嘅味哦，炒配嘅味哦。冇，因為唔是講配一些 gas 嘅味咧嘛。啊，伊嘅味是冇到加水嘅味啦咧。嚇，成個 kimchi 味哦，冇啦 kimchi 味是 because it's cabbage 所以啲。冇 kimchi 嘅味較淡。嚇，我感覺啦。kimchi OK。是 because 有係錯。因為是你袂使冚開眼呀，就伊是啲 ferment 係是你袂使啦。啊，對。會因為是袂使。對。誒，得咯，kimchi 有係錯咩？會話 kimchi 有係錯咩？有係錯。冇係錯啦，伊 fermentation 最衰呢。特別伊酸是唔係是。伊 fermentation 啊，伊 fermentation 最衰就係冇係錯咋。對。伊是干那係你含椒。胡蘿係胡蘿含椒粉鹽咯。有你ikan bilis na kan ikan bilis na mga。要係。你成個煎炸碌誒，韓國煎炸碌，煎炸碌。我冇咩會打鹹kimchi嘅喎，kimchi酸嘅我感覺到。酸咯，就是你 probiotic 咯。酸咯，冇 kimchi 如果買酸咧，你買貨咩？你估確係啦。你養 kimchi 都用，你除養嘅 kimchi 嚟食，你盲除咧，H 嘅 kimchi。對 ，H kimchi 嘅差半㗎。你自己做咯，你愛做，你愛較早，你買養 kimchi 你自己做咯。特別麻煩啊！喲，我想到愛做 kimchi，我直頭咁買隻。有，我本身我是俾。kimchi 個係硬幣，你有得個靠？啊，對咯，硬幣嘅這邊。啊，我這邊硬幣啦，我是 rasa，特別檳榔應該不有我嘛講。我 sorry， 我睇唔到啊。檳榔叫要幾好？檳榔個有一韓國人嚟帶。檳榔係咪西半部半攤啲？嚇，西半攤咩啊？落時俾西，嚇，對。我咪記落時俾西，記落時嘅西啊，一步嘅啊，你行去樓頂嘅時，記落時樓頂嘅山頂嘅時，你係記哦。嘅西，我同你講，我那時要用嘅西下人下，我教你，喂，這是你看 ，OK， 你平常時候，你要整古人啊。你係一步嘅西，特啲頭殼人無插嘅人看到，那奇怪呢 ，maybe 條車架都耍咧，無呢 believable。你要可能相信你嘅呢，你就是嘢就冇只問抓喺抌，你係時打到啲嘢西淡薄，成個你撥掉下，แล้ว你看到時，如果你看到淡薄嘅西，特別一個炸掉，一隻問抓個炸掉咧，特別就冇得抌嘅一個西食，你知道？你看到只像啊，我講，你 try 下。攞住照嘅老師，你大家我肯做難嘅嗬，你大家肯做難嘅嗬。冇，我唔知乜看過somebody做咧，我講之前有好嘅 technique 你知哦。誒，一個看到淡薄，個冇看到淡薄喎，所以你就俾佢 investigate 你知哦。你俾佢看了，看到隻問抓咧，哎呦死就冇曬嚟，嗱就相信啦，嗱。你擺冇可能擺水嘅西係到啲到頂嘅人嘅看到，人上嗰時西嘛。你淡薄就問抓咧，可能成可能是佢撥起來嘅時候面，你可能你看。
特別嘅落字會使做一隻相。隻水呵嚇，只一 texture 咁上 healthy 會使啦。放出嚟，點知我個人講我直接食啲 chocolate 啊 ，chocolate 派啊 ，peanut 到底點知 Costco 賣一個peanut butter 嘅派嗬，真正大粒，所以我自己講一個，我俾隻大粒自己講一個啦，因為洗出來嗬，我食嘅喎，伊唔是我食，伊成個，伊等我隻 dark grey colour 都知哦，唔是成個講。dark brown 使我講阿三六三以為你明明嘅接觸啊，好。一啲點樣嘢就要處一啲啲片，單一件就會講明嘅啦，要全部出來。你告訴你頭先，我睇咩 camera 我咩換去伊嘅 angle，in case 冇出來嘅時個快掉。啊！你話就食幾好嘅，我唔係講人哋食哦，嚇，OK 講咩？講到對榴蓮，嚇對，講有食過榴蓮嘅籽哦。我媽講把嘢嚟 boil 過，伊成日做浸不大誒，你咩得你係飲水去滾下，殺一殺，對，飲水去滾，殺個一食啦，一隻。嚇，伊是唔是上家人食浸不大誒籽嘅係咪呢？混呢？對。但係我感覺全部都係自己好食啦，但係伊 similar 咯，伊嘅味道本是 similar。我嘛講特別是生混嘅好食，但是有追就別好食。你食個 chestnut 嘅呢？啫。嚇 ，yes 對。哦，榴蓮嘅皮咧，嘅嚟食。榴蓮嘅皮嚇，中國人食，有中國人食。伊人叫嚟煮嘅，叫嚟唔使殺啫，咪鬼。叫嚟地水啉咧，按照actually 榴蓮皮，古早嘅人是用榴蓮嘅皮嚟做一啲雞蛋嘅嘛。做咩？做咩雞蛋啊？按照做乜？雞蛋啊！哦，雞蛋，對，我知伊個阿布，伊個嚟燒啊阿布做 alkaline，對，我媽媽甲我講過。對，伊夾伊榴蓮殼來燒了，伊就燒啊，咪是變做糊咯。你阿布夾嚟，過來阿布夾嚟，在浸水上面伊變 alkaline 呢 ？Because 阿布是 alkaline ash 嘛。OK， 見水啦，見水。哈，對，見水。對，特別係咩？客呢，我不看中國人也嚟煮。煮下面行，按照講係煮咗。伊是參咩刺呢？可能係食一次去。冇。伊是嘅南面嘅白嚇，哦。白嘅嚇。然後而嚟煮雞湯啊！伊而嚟叫我食，我唔敢食。哦，你冇 try 看可能變啫。我唔敢，我記你。特別你看到咩？你看到伊 shape 咪是一對白白呢？有刺咩？我看到伊煮嘅嘛。哦。แล้วอีสิอันจ้า你講話伊安怎掛伊個白出來，還是伊寫伊個口嘅詞？佢哋伊個詞吉到位嚟，也咧內邊呢，你都知。所以咁啊白嘅啦，伊青菜冇啦。咩有榴蓮絲啊？伊邊對呢活伊榴蓮呢 rest 掉你旁沙南邊呢白位啦。你是安怎係 fibrous 係啥物？我冇食嘛，唔知。哎呀，我不知 texture 是安怎喎？伊人食สุก食嘅。哦 ，really 啊？榴蓮唔是中國是不榴蓮是 native 嘅 Malaysia 嘅 fruit 還是中國冇嘅？冇中國冇嘅，冇制。哦 ，Southeast Asia because Vietnam Thailand 冇有數嚇。because it will be hot and humid，伊巴魯卡係聲，真正 hot and humid 係聲。哦，I see。Florida 唔知有嗬？中國制啊，啲海南島。有啊。開始啦，哦，按家己種地好，按家己種地好，冇啊鬼子，馬來西亞看到免嘢人嘅老家己種，按家己種樣嘅。哦。馬來西亞榴蓮做咩呢？貴就是因為真正係demand from China 要哦，嘅去 export。所以馬來西亞榴蓮係貴。哦。
because China 個有當今個人個有類個濟人咯，知哦，所以人，咁了只濟物件大隻虎啦，大隻蝦，咁了冇是 China 食咁了嘅。啊，大媽即係到不即係葡萄牙講嘛，伊講你嘅咧係咧只啉水，你是講榴蓮你講話？哦，無人講食了野殼嚟地水啉了，你個門嚟大氣嘛？嚇對，人係飲，我係冇係飲水。飲。你用誒榴蓮殼白位，你嘅嚟寫出嚟，你食榴蓮啊？一頭無味嘅。誒，我冇聽過，特別唔是做啲白喎，我聽我媽講是做啲外口嘅殼。唔是啦，係咪外口嘅殼似㗎了？冇，我講聽，我媽先呢，伊做時嗬，伊是嘅，伊醒嘅嗬，แล้ว你等我隨住地冇啫，伊榴蓮之粒，哎呀，我個冇榴蓮。所以咧，細講這是榴蓮啦，嗬！伊水啊，這是 OK，這是伊殼咯，即係南邊咯，正伊血正南邊，誒，這是外口刺嘅咯。แล้ว你嘅水強伊嗬，可以刺流過伊嘅，不，伊水流過伊刺啊，邊啊，伊跌落來，你嘅去洗手，แล้ว可以冇鼻氣。哦，安尼看得到，哦，我特登 just，我特登 just 錄伊那邊嘅。哦，你是嘅做伊白位。Yes，我就是Yes。Skin 是殼是會 create light water 啊。係啦，頭晚我是講你啊，頭晚你走去冇得掉啦。頭晚我講做幾水。create 係一做幾水啦 ，because light water 你洗咧係 get rid of this smell 嘅。哦，未怪。So 應該是外口，特別係啲外口南面上嚟做奶是攞冰嘛。So 一個較嚟，一個較嚟，係你白冰嘅。哦，無我特別用是用啲刺冰嘅嘛，特別是嘅，一夾到一榴蓮殼，一長啦，往嗰度啲啲去洗咯。我頭先聽到誒，家係你白，我對馬來西亞安尼建議，我唔知講你榴蓮味會用嚟安尼翻嚟做，但到時我用沙本洗，咁唔知幾十刀。特別當人情超浪咯，反正。假如個一行，那是講你冇榴蓮殼，安怎 get rid of the bean？嚇，唔知哦。 Stainless steel。冇，食了，係你杜人嘅 BG 嚇，杜人嘅 BG 啦，你夾佢脱你超實，你水會上加沙本你夾佢脱。哦，誒，你免刮佢嚟是伊喺你搽，你成日搽食喺邊度啊？唔使，你 just 夾係你杜人嘅 BG。แล้ว running water ลูกยากิทุแล้วลูก你個阿什laksa 你 try 啊，你 imagine 佢安怎做？阿什laksa ลูกแม่กินยาดูแลช่วยเชียลูกโบขาเบียวกินลูก frozen โบขาเบียวกินลูกยาดีจริงว่าแต่ไม่เกี่ยวเกี่ยวดูแลแม่ชุบซาบุน哦誒，這是有影唔是好，唔是咧 wife tale，係咪 tale 啊 wife 係咪？唔是 wife tale， 我講唔聽古仔係我 uncle 做緊agricultural ministry 嘅嘛，แล้วทีนี้อีเป็น嚟 from Australia ล่ะ即係 Australian man น่ะจะเลย researcher 嚟แล้วอีตัว嚟食杜蓮了啊，我人嘛計講咯，即係洗手嘅嚇辦法，billion order， 你知做咩哦？好笑，一堆伊要對 Australia 是無嘢，幾粒杜蓮堆你知哦？嚇，一打包嘢卡甲伊筆記，伊做 research， 會使咩？會使嘅啊 ，maybe 是 researcher 會使睇。Because if you researcher， 做Oh yes, that's right. 所以包唔是，唔是，白好事啦，唔是安尼夾出嚟，唔是夾抓落包。伊下就伊 official 嘅啦，嚇。伊講咩夾對去做 research 時，แล้ว講แล้ว時人講伊夾係你卡，甲夾你鼻涕對，我哋講你講嘅人夾幾粒杜蓮對啦，伊夾你卡甲你鼻涕。maybe 佢被抄筆咯，maybe 佢被抄筆咯，而家抄筆榴蓮就是佢哋要筆嘛，所以佢卡卡一支呢，一部榴蓮嘅筆就。一卡嘛是抄，一人白加好事。
特別伊是 especially 是伊味嘅啦，是到啲榴蓮巴會出來嘛，所以伊巴摕起啦，even 都有淡薄，伊只有淡薄掉吧，本冇啥貴包呢吧。應該嘅伊死咧，個嚟白嘅啦。應該嘅只嘅，啊對。就是我人哋講咧講嘅人冇嘅佢了，佢哋都係實 enjoy 個嚟嘅做 research 啦，就是講。對，乜咧有人去嘢個爽呢啲，講人未曉嘅就係，我人需要幾粒嘢嘛，對。其實對佢 airport 嚟食。我白鷺啊，個垂釣啊，近日白鷺個看到嘅，就是迄個榴蓮嘅拉麵。啊，對，但我講啦，來講看怎嘅榴蓮拉麵。咧，我有 share 伊 link 到 chat 嘅位咧，大家會使去看啫。哦，頭晚 share 啦，早時比較。哦，頭晚我都看到，我看到你笑，誒，你是榴蓮拉麵嚟嚇？哦。啊 ，PJ 位，格里斯。嗱，OK，係啦，格里斯。我諗看小英，哦，伊係到啲伊拉麵係到啲榴蓮殼位嘅菜。啊，菜伊榴蓮殼過嚟。可笑。頭晚我看到這個我唔知是蝦米來，我冇買呢。我未咁標本，我想講伊是成個 Photoshop 嘅。我本事，我想係呢。Maybe 好似你啦，my judge。Don't judge the ramen before the。係咪打葡萄膠講過？講龍八隻係咪物件是白物件是用榴蓮做嘅？哦。榴蓮啊，迄個木桑經嘅 cheesecake 咯，嗱我帶阿 John 去食，唔知阿 John 有食到。誒有，我會記有。你是講嗱有隻阿爸，唔是阿爸，阿女阿。冇啦，鹹阿女嘅榴蓮嘛，咱叫嚇，咱叫佢 combination 鹹阿女尋榴蓮嘛。對。嚇，誒你叫我咁樣貪心，咁樣叫啥地？好睇冇。我叫係咪名咩嚇？我未記啊，邊位名咩嚇？係摩地烤。嚇，摩地烤嘅。對，真呀。有摩地烤，一地500 gram 都真有。有一地500。特別伊是真正貴，特別伊料只夠數啊，份嚇，只大地對。我只攞出未食。500 gram 啊，一地。嚇？特別講是對。真呀大地，真dense。伊 dense 嚇對。cheesecake 跟 dense 嘅模式，個 rich，個辣嘛，個甜。未我只攞出。白嚟講本佢勁啊嘛。白嚟講冇上一間啊，伊個一個摩地烤啊。對，開幾哪里 branch 啊？誒，幾哪里啊？到底倒嚟？聽講 Queens Bay 本有了嘛？哦 ，OK，實 bakery 呢看啊，特別咪是入邊，咱只呢一地幾類啊？我未記，但我是講只貴，但我未記幾類啊？40幾塊啊！哇！貴啊！40幾塊。咁但係，你貴粒機，咁多個60塊呢嘛？還是 normal 嘅？somebody 請嘛？我記是請嚇，唔是啊？I think 是係阿三區咁真請嚇。มีสมัยปลาจันโกอมอตันในโกอมอตันในโกฮะสมัยปลาจันเชียละหรอรู้เชียวันจากลันช์แล้วอีเชียวันจากอะไรเดี๋ยวจะมูดีข้าวลองก็เดี๋ยว葡萄嘅 flavor 葡萄榴蓮嘅 flavor ลองมาเล่นกับ榴蓮 copy 哦哇你唔拍喎嚇！我聽過，特別唔捌咯。我驚抓咯，我驚發起來啊！高邊就啉一刀頭痛。哦呀！我別當啊！我知你 packet 的啦，packet 的啦。我諗考喂，先，等我講嘅。哇！這Lina 就買隻。focus 咗，等陣未 focus。榴蓮嘅咖喱煲。龜記啊，榴蓮嘅蘿蔔，榴蓮龜咯。但我看，伊是個 corn 嘅啊，喂佢哋，伊是啊有 corn 嘅味啊嘛，細細粒嘅。榴蓮味，劈過。
偏偏果，然后他们就可以看到你啊。唔知，伊是虾米来？唔知咧，这字上面撇撇安尼。比赛啊！伊是 potato chips 屁果啊，这是叫咩？我是写粒一粒咩？攞嚟看字少，攞嚟睇字哦。伊是想你咸水啲哦。唔是，伊是上加 almost like Cheetos 呢，上加係咧。OK cheesy 真係，伊是 cheesy 上加一 puff 啦，你就係 puff 就 cheese puff， 特別是 durian puff。啊，對 corn puff， but durian 嘅 flavour， 但我看你講 expiration 係，即係我是食久，我只是買來做手紀念嘅 ，OK？ 所以我看幾年。啊，你物件有 expiration 嘅嚇？有啊，有啦，出個咧就有啊。執 durian。誒，我冇看到 expiration date 嘅喎。後尾係啲啊，啲。guna sebelum。哎呦，因為sajid 喎 ，March 31st, 2016。2016，哇 ，expire 去年啊！唔係，我都冇知誒。喂，哎呀，我係阿什麥沙個卡古噶啦。是啦，咩98年啊？record 是20年。98年啊，98年啊。98年食了啊，等出攞清。都佢食未死哦！你講你係嗌十八得會死，未死啦咯。伊係等下你 PGH 嘅20年嘅，是你 anniversary 做下人啫。20個未使啊，未使啊。伊冇得呀，食了。誒，怎麼講？哎呀，十八得係咩？你哎呀，巴達啦，十八隻雞啊，係嘛你啊？你我咁美國就係咩物件？我唔是驚死，你我是驚嗰人驚你巴達要 mistreat 你巴達了就。我agak siap-siap. Anjir ni rempah silian bakteri pun sih ya. Siapa le sotong le hula bu sotong le. Siapa le lu sai le pandai oyster sauce bu pandai. I don't think is. 你食個蠔油冇鵝呀？冇啦，蠔油鵝，但係呢邊是 panda brand 嘛，你問下是有 panda。我知道你 oyster sauce 冇 oyster 嘛？你有嘅是冇，有嘅是嘅，有嘅是 mushroom 做嘅。呀！特別就係成個咱俾佢哋 fish sauce 啊，或是有索當嘅 brand 啊。I see， yes。大家知咩 brand 啊？然後你散嘅雜貨、鹹雜貨，你做 B 咧，同時嘅雜貨用雜貨嘅 B 嚟做。是啦。OK， 我咪講到啲榴蓮。頭先我講我個集去講下你到即係葡萄牙講嘅，讓個隻係咪榴蓮 flavour 嘅嘢？我個隻 ice cream 榴蓮呢？我覺得有cream puff 啊，有好似係。哦，cream puff。啊，你唔俾快隻。講咩個？我是咖喱 crepes 啊 ，crepes 啊，crepe 包一個榴蓮那邊加你 creamy 啊。馬來西亞有呢個有效。啊，馬來西亞那個有。哦。伊sometimes會包 mango 那邊crepe 那邊有上個我那時候好食本。cream 啊呢。durian mochi。哦。我哋食這裡 in Australia，爸爸食過啲。我最常人想買到這裡durian粿。哦。伊是蝦米啊？伊是上加嚟貓山王榴蓮餅。啊！伊上加嚟像咱嘅邊咧嘅豆沙餅。伊 shape 上加嚟大粒嘅豆沙餅。伊內面是 durian 嘅黃色嘅，特別伊黃色是迄個 color 嘅黃色啦。我看到伊特別伊嘅 texture 是上加豆沙餅喎呐。冇上邊開隻。texture 上加白地sauce。冇一般地sauce是正嘅嘛，特別伊這個伊是冇聲，我食過啊，這個伊上加豆沙餅，伊 flip， 用芒邊做嘅嚇，用芒邊做嚇，用芒邊做。哦，所以是綠豆，伊裡面是上個豆沙餅，就對我啦，是講有榴蓮嘅 flavour 就對裡面啦。OK， 我開起來。嚇 ，OK， 來食好我看。我食過
貓山王嘅粿餅，誒貓山哦，誒你係咧，你係到你辛苦還是你面頭整？啊無伊嘅嚇，你裏邊，哎呦，一個味，一直地瓜湯，你看到16歲旋瓜頭一坑。安怎樣講你啊？伊background 嘅數啊，我 background 數安尼看就會看到啦。แล้วอีตัวต่อไปไอ้ลายบินอี individual packing แล้วตอนกินก็ได้คุยลายบินความสิอันจ้ะ我不食過知道了別歹食แต่所以我去買過我唔捌看過 maybe 不到看到我使買有一個 tray 底條你看下有一個 tray แล้ว你看伊是安尼所以伊成個 layer 包的一下對 yeah OK 來食看甲我講 report review 啫你做 review 我食看是咩แล้วอีกหลายบิน烹榴蓮味看阿毛包清nữa hả阿毛包冇啲醋嗎未怪他食榴蓮放聲有啲是我唔敢食榴蓮我嘛是我翁仔冇事我琴日煮垃圾啊同你講我頭啲煮裏面煮嘅話用我 instant pot 煮後尾我冇用一個 pressure cooker 嘅 method 啦我是用嚟管哇好食OK 會話話咧呢個叫咩 flavor 是咩呢個叫咩 flavor粿餅哦，比伊粿餅吼，咱聽較 traditional 嘅是夾迄個蓮蓉咧吼，咧伊係迄個榴蓮安尼款咧，伊有迄個榴蓮嘅味嘛。特別我食過嘅吼，伊是應該是有榴蓮嘅肉到內面嗰種。哦，嘅粿餅嚇，咧伊是冇當筋嘅。啊。伊唔是 flavor 呢，伊是炒咩白到啲裏面，我知。對，咧伊是做冰皮嘅啦，所以你食落去，就零零咧內邊像啊 ice cream 安尼款。哦哇 ，rich！ 特別伊是迄個白來啦，伊是榴蓮嘅白來。安尼款嘅咯。迄個是我頭一道實食 ，because I review 嘛。哦。迄個食是頭一道啦，特別我本是食一塊爾，我冇食這。這個呢茶米粉呢，你是個只榴蓮的 flavor 物件係咪？我係咪都冇熟㗎？因為對我嚟講嗬，我食榴蓮嗬，我熟㗎食榴蓮，我就是熟㗎伊榴蓮嘅 intense flavor。所以你叫我食大利榴蓮 flavor 嘅物件嗬，伊啲榴蓮嘅 flavor 就已經大咗咗，所以我冇熟㗎。哦，所以我食榴蓮。你不食過你冇啲烤嘅哦？冇啲烤嘅 cheesecake。哦，你我有食過。你個 intense 嘛？特別 still，但伊是 intense，但伊 still 本是有 cheesecake 嘅 flavor 嘛。對。嚇，已經參落去啊嘛。我是個食伊嘅冇啲烤嘅榴蓮配鹹鴨類是 because 伊味素只 rich 好咧，配鹹鴨類伊鹹淡薄，伊成咳，伊只 complement 伊只得只好咋。because 我個要食鹹鴨類，我個要食榴蓮，然後伊個就唔知咩 chocolate 什麼曉你叫我聽住人去食時唔知 chocolate something，伊是有酒嘅味，卡路瓦什麼啦我記，然後我要食三項嘛，所以我講我叫三地，然後伊講啊無你食係咧，伊就我同伊講哈 ，Are you sure 啊三地我三個人咋？伊講 Are you sure 食三地啊？伊講啊無你食即係。頂面是鹹鴨類，特別伊個 cheesecake 嘅 base 是榴蓮嘅，所以我叫佢哋 combination 好食我是個。是我們食不了大包堆，個有裝個。食不了嘅啦，一個地。個有裝嘅 flavor 薄鹽丁，你是個食榴蓮 flavor 係咩物件？我是食茶米粉安尼，我冇咪熟個食榴蓮 product 嘅，食個榴蓮粿係咪？我較熟個食青榴蓮 ，fresh 嘅榴蓮。嚇，第一隻咧，我是食榴蓮 ice cream 嚟 kick 成嘅啊！嚇，我是個食榴蓮 ice cream 啊，我是個喎。嚇，是啦，冇榴蓮嘅食榴蓮。McDonald's Sunday D24 喲。嚇，有啊 ，McDonald's 會。哇！D24，咧一個像 stay 嗰啲。
哦，你食到一百淡薄入面啊？伊做啥 strawberry sundae 我你食到啥？哦，I see，所以 soft serve 特別個參淡薄白咯，見看。對。哦，哇！怪等。哇，你是 special 誒，即係麥當勞嘅有嘅嚇。有時有呢，以前 limited time 有站啊，反正。哦，我未รู้是唔是有個叻嗰啲車誒？你是唔是รู้？有，你小咗個陣。叮當啦，你車你個叻你車，哦，別怪咧，麥當勞細個了。maybe 是 VIP 啦，麥當勞是 VIP collector 啊。So 依個，但係攞住住玩只佢 D24 麥當勞是 soft serve。冇人啊，你看。唔白。chat 嘅啦，I mean 到啲 clubhouse 裏面嘅人住住啦，乜只鬼氣球，還是咩咩氣球？唔白。哇，所以你一人呢？點乜只鬼？伊是 special 榴蓮檔嘅，而家有嚇。I think 成日捌出過幾廿刀，唔是講講出刀呢，幾廿刀。哦 ，really 啊？所以 recently 有成講舊年有。舊年先是無啊，頂怪久之前啊。哦 ，maybe 日本特別我那啥好食咯。好食。我那啥伊 soft serve 參加榴蓮 ，because soft serve 嘅味是只普通嘅嘛，所以伊 soft serve 是冇榴蓮味，是參加榴蓮做嘅榴蓮味，還是伊 soft serve 裏面冇榴蓮嘅 flavour。伊是 normal Sunday ice cream。哦 ，OK， 所以伊是D24 嘅 Sunday 啦。soft serve 嘅 Sunday。係咪？別幫佢唔知你講。Sorry， 我係驚啲情緒。哦。你唔使作咩？等陣。OK， 幫住我背每個，別使講，同我都講未啊？別使講。我就講啊，你我是個食啲 crabs。啊，對。加工冇講過。我聽阿崩balik durian，instead of 金蕉嘅是用 durian。哦，到底得嚟？我自己做。哎呦，你。呢度係加工子嘅醋污呢。What happened？ 我一個 friend，actually 一個是我 friend 嚟。伊講 because 伊講伊要阿崩balik嘛，我人嘛做咯。做了 after that 伊講唔知啊，有人下 durian 咯，我講唔人 try 下。哦，你好食啦，你自己食，我那時候好食本。我suka。So after that 是我點做 durian 了咯。哦。我會記三不即係在講做嘅一個項目，我真係覺得就是迄個 heavy 嘅 cookie biscuit。Yes， 我嘅想食。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咱講個這邊先啊，咱講啊1點40幾分鐘啊，咱下禮拜咧，咱個來到對來聽無相嘅話題講啊，下禮拜我是要講栽花精彩。精彩是在花，我未記我講咩啊？了你大家嚟收聽，咱嚟去收聽即個裝嗰啲保險別使保險店，會講伊精彩故事，可能聽特別多啲嚟收聽。我最人有栽贓嘅啊，別好栽贓啦，成日話你可能每使講嘅，我特登栽得下面有咩事嘅了。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